弟兄姐妹平安。星期三家庭礼拜信息，题目：善用神托付我们的银子。圣经路加福音Luka 15之方，只在沙发一个国字在都是19章11节。又你登耶后过阿鲁玛奈杜尼尼苏尔伊巴杜乌汉尼耶斯苏摩尔杜兹在迪纳古伊迪亚伊mangata tu ni Yesus Yerusalem datang sur tarakar ku pikuan no kawas saan ku harateng nang ra。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这段圣经经文19章的比喻，这里说到国王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仆人当然是指着我们。比喻故事中的贵族对他的仆人很信任，把钱留给仆人，发给每个人一个金币，一锭银子就走了，一点都没有干涉他们，让他们可以自由去各展所长，自己发挥。他交给他们银子，是盼望他们去做生意，只等到主人回来。第一个人真的很忠心，忠于主人给他的托付，用一锭银子，就是当时的一个金币，赚了10锭。后来主人夸奖他说，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把说上古到记datang yai ukaran kuli kisu tuna mala luk kisu I mama ngai semak saka paturusen papikuanen aku kisu tu mutupai nyarut。第二个也是一样很忠心，神看重那些有忠心的人。主耶稣自己也很忠心，一开始他在拿撒勒做木匠的儿子，我相信主耶稣做木匠的时候一定认真工作，忠心负起养家的责任。如果主耶稣不是忠于木匠的工作，后来神也没有办法借着他完成十架救赎的伟大使命。故事中最后一个仆人对主人有错误的认识，他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mata lau kaku I di suanan nau hani tak selesai tam sau su ai ku nu direng I mi ara gisu ai ku ni parumaan isu I mi litur gisu haning ra。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是温和慈爱，充满怜悯的。虽然这个恶仆人讲的也没错，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严格的，他的标准是高的，但是他不够认识主的另一面。主耶稣充满了恩典和怜悯。这个最后的恶仆人呢，把银子藏起来，没有去做买卖，没有忠于主人的托付。即便这个恶仆没有做生意的才能，他可以把钱放在银行里生利息，这样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还是会超过一锭银子
原来的钱啊。同样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什么才干，但如果你常常来参加聚会，在聚会中你也没有做什么，就是跟着大家赞美、敬拜、祷告、安静、奉献，你身上神的同在也会增加。你只是来聚会，很专心的坐在那里，单单用信心仰望主耶稣，你身上神的同在会增加，你身上的银子、金币会增加。有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我很困扰，为什么每一次我去聚会，觉得神的同在很好，聚会很棒，神很荣耀，神的同在很好，可是一回到家里，一回到日常工作当中，就没有这种感觉。我说，那你很需要聚会，你非常需要聚会，因为主实在是借着聚会增加我们里面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不管自己的感觉如何，就是忠心的尽本分。我们都需要借着聚会增加我们里面的银子，里面的金币，增加圣灵的恩膏，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银子也代表神托付给我们的生命、时间、才干、意志、思想、感情、耳朵、口舌，我们如何运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将来交账的时候，也会决定我们是受责备还是得赏赐。有一个小孩子看蜘蛛人的电影，觉得家里好像到处有蜘蛛。有的人呢，喜欢看爱情小说、韩剧，常常想着要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心都卷在这种感情事件上。当然读书就不专心了，其实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你应该把你的感情、心思完全献给主耶稣，不要让不圣洁的东西进入你的脑海，进入你的心思，进入你的感情。如果你多多的追求主，让主圣洁的喜乐充满你，主耶稣要我们洁净我们的眼睛，洁净我们的眼目，将你的眼目、你的眼睛献给耶稣，也将你的才干、时间、生命、思想、感情、意志都献给耶稣，立志做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纯净的生活。你要每时每刻仰望圣洁的主耶稣，将心思降服于主耶稣，让主耶稣掌管，敞开心接受神的道，让神的道永恒生命的种子、圣洁的种子种在你的心中。每天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生根建造，直到生命长大成熟。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Nanay pasifana an kami ani sa usi tu nika kamukku no nyeca aniam ta matu ngarku taneng niam。人生在世，年日不多，所以不要浪费神所给你的生命年日。你没有权利为自己而活，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主耶稣给你的恩典，要不然神现在可以立刻把你的生命取走。你要善用主耶稣的恩典来做买卖，忠心运用主所给的银子，神所给的金币，
好好的为主而活，做你应该做的事，衷心的追求主耶稣，顺服主耶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得着主耶稣的夸奖。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